拼加嘗試 YouTube Channel，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除咗睇片唔非廣告、俾 Like、Comment、Share 之外，加入頻道會員同埋 Patreon 呢都非常之重要㗎。懇請各位加入頻道會員同埋 Patreon， 只係10蚊港幣一個月嘅啫。加入之後啦，除咗可以每個月有會員優先影片觀看權之外，仲可以享有唔同合作夥伴提供嘅額外優惠使用次數同埋折扣。詳情可以留意資訊欄裏邊嘅公佈。新一年希望能夠得到大家繼續嘅支持啊！睇完節目之後，記住撳個訂閱掣，同埋幫手睇埋個廣告啊！好，大家好，咁啊歡迎翻到嚟兵家嘗試嘅 YouTube Channel 啊，咁我係 EV 啦，今日翻到嚟嘅節目咧，女兵日記嘅時間啦，咁啊女兵日記啦，咁就今一個賽季咧就正式完結啦，咁所以咧亦都要步入到呢一個嘅賽季嘅回顧系列啦，咁樣，咁啊今年嘅回顧系列啦，咁都同上一年嘅比照嚟講啦，可能咧會做得 detail 啲，咁啊雖然啦，今一年啦阿仙奴咧叫做喺4大戰線嚟講啦，都未能夠拎到冠軍，咁但係咧總叫做拎咗個叫做世界冠軍球會杯嘅冠軍啦吓。好啦 ，WSL 嘅聯賽咁啊，由於開季啦有一啲嘅動盪嘅關係啦，咁所以咧嗰一個嘅失分嘅情況咧比較嚴重一啲咁樣，咁啊最尾啦以落後曼城4分嘅成績，咁啊排呢一個嘅第2啦，咁就拎咗個亞軍，咁啊力保到下一年嘅歐聯資格，咁亦都講過啦，歐聯嘅資格對於阿仙奴嚟講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噶，因為首先啦，第一樣嘢，你喺增加呢一個世界冠軍球會杯嘅參與嘅資格上面，如果你拎唔到個歐聯冠軍，你就唔使旨意可以參加啦。好啦，其次有歐聯嚟講，咁啊對於買人嚟講咧，咁啊嗰個嘅吸引力一定會大好多啦。OK，第三，你話喺個經濟嘅層面上面，雖然咧叫做啱啱嘅一啲嘅比賽啦，即係早階段嘅比賽擺喺 Meadow Park 裏邊，個收入可能唔大，咁但係如果你話擺落去酋長球場嘅之後嘅一啲入到去到16強啊、8強等等嘅比賽嚟講，咁啊嗰啲一場可以賺唔少錢㗎。咁啊無論係收入又好，呢一個嘅門票又好，喺嗰啲嘅叫做飲食啊、souvenir 嘅放賣啊之類嘅嘢都會比較多一啲嘅金錢。咁所以啦，呢一個亞軍咧都非常非常之緊要㗎。好啦，咁啊 WSL 咁啊拎咗呢個亞軍啦，咁啊世界冠軍球會俾拎冠軍啦。歐聯嚟講，咁就今一年啦，咁啊輸俾呢一個嘅里昂啦，咁啊第2個回合嚟講，咁啊俾人哋反級，咁但係都係嗰句冇嘢好講㗎，因為你入到4強，其實基本上大家嗰個嘅技術啊，嗰個嘅能力都係差唔多嘅情況之下，根本上上一年啦，咁啊叫做勉強過關啦。今一年咧，由於中場嗰一個嘅消耗啦、輪換啦，根本就唔夠人，咁啊同埋老化嘅情況之下啦，咁啊4強出局亦都係幾合理嘅情況嚟嘅咁樣。咁但係球隊亦都已經盡晒自己嘅全力㗎啦。咁啊至於去到聯賽杯、足總杯更加唔使講，聯賽杯嚟講入到去又係打曼城、車路士、曼聯是但一隊，咁啊當然嚟到呢啲強強爭霸一場過嘅比賽，你輸一場其實唔係話出奇嘅事咁樣出局，咁所以都叫做合理嘅情況嚟嘅。咁當然啦，阿仙奴因應住自己有歐聯嘅資格，咁樣聯賽杯條路咧就易行好多嘅，咁就唔使話打嗰啲咩分組賽啊嗰一啲，即係可以免除咗頭階段嘅一啲嘅比賽，咁所以對阿仙奴嚟講咧，勉強叫做有一啲嘅叫做着數嘅。咁啊至於足總杯方面啦，咁啊對住對今年非常之硬豬頭骨嘅白禮頓，咁啊正所謂我哋2個回合都失分俾佢，咁啊再喺呢一個嘅叫做足總杯嚟講，再輸一場俾佢，其實都唔出奇。不過好彩啦，聯賽杯嗰度叫做過一個關咁樣啦，咁啊所以基本上啦，今一年咧，我自己覺得啦，喺個成績上邊啊，阿仙奴咧雖然啦只係拎到個世界冠軍球會杯，而呢一個嘅冠軍，其實對於其他州份嚟講嘅球隊嚟講，阿仙奴嗰個嘅戰鬥力就完全超咗班㗎啦咁樣。咁但係都總叫做一個世界認可嘅冠軍啦，咁啊所以咧都叫做啦，咁啊對得住球迷嘅咁樣。好啦，咁啊如果講完總成績之後啦，咁啊亦都要同大家啦，咁啊高呼下一啲嘅球員嘅表現。好啦，咁啊高呼下球員表現啦，今一年咧咁啊採取呢一個嘅評級制嘅咁樣。好啦，分級就如下 ：S 係一個超越預期嘅球員，即係其實根本冇預計到呢一個球員表現會咁出色，甚至乎覺得佢出色㗎啦。咁但係佢可以比我預期之中做得更加多嘢，表現得更加好嘅。咁佢就係一個 S 級嘅表現啦。A 級咁啊，原本都已經覺得佢好嘅球員嚟㗎啦，交出咗非常之合理啊、悅目嘅表現啦。咁但係又唔覺得佢有啲咩嘢 breakthrough 嘅感覺，咁就係 A 啦。好
好啦，咁啊至於表現一般平平穩穩嘅，咁啊基本上啦，咁啊喺呢一支球隊裏邊咁啊穩穩定定咁樣，又唔係話有啲乜嘢突破嘅窗口，咁啊表現亦都叫做可以啦，咁啊所以咧就拎個 B 俾佢。咁啊至於啦 C 就係預期之中佢可以好啲嘅，咁但係咧表現咧就較差，咁就俾個 C 佢。好啦，咁啊至於 L 方面咧就失蹤人口，咁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啦，咁啊冇比賽，咁啊亦都叫做入嚟一線隊啊齋坐，咁或者係完全整季受傷，咁所以咧就俾個 L 佢，咁啊即係 lost 咗咁樣嘅意思啦。好啦，咁啊至於啦呢一季嘅賽季嘅節目啦，咁就唔會話一節式處理，因為過往咧一節式咧，大家咧可能會聽得比較辛苦啊。哇，大佬聽40幾分鐘，女子隊真係你唔厭我都厭，咁啊所以咧今一年啊可能會斬件式咧咁樣同大家推出，咁所以咧而家咧先嚟同大家咧就回顧第一 part 先。好啦，咁啊第一 part 啊先嚟咧就睇一睇門將方面阿仙奴嘅表現先啦。好啦，咁啊女兵日記門將篇。好啦，第一個咁啊 Sainsbury's 咁啊評分 L，咁啊好簡單嘅啫。咁啊本賽季整季都 ACL 受傷報銷，其實某程度上對於阿仙奴嚟講咧，兩睇好事嚟嘅。第一，咁啊賽季一開始就已經接近報銷啦，咁所以咧迫於無奈，咁阿仙奴咧咁都要啦喺唔同嘅渠道裏邊咧就揾新球員翻到嚟，咁啊當然啦包括咗波巴啦，咁啊亦都包括咗之後借嘅呢一個嘅嚟自薩格勒布大藍毛嘅sorry 布拉格斯拉維亞嘅呢一個嘅門將啦咁樣，咁所以對於阿仙奴嚟講咧係一個好嘅新陳代謝，咁因為我哋都覺得 Sainsbury's 本身呢個奧地利門將啦喺阿仙奴咁多年咧，其實個表現咧一直以嚟都非常非常之唔穩定，甚至乎我一早覺得佢應該要俾人賣走噶啦。喺女子隊嘅門將嚟講，反應慢啦，咁啊亦都基本上擒擒青咁樣弱雞嗰隻，即係執雞嗰隻啦。OK，咁啊，所以你問我嘅，我對於呢個球員嘅表現咧，真係唔多滿意。咁啊，大家都記得上年歐聯啦，佢慶祝得最開心，但係唔好唔記得，咁啊有兩場四強最危險嘅一啲嘅叫做環境都係由佢自己創造出嚟噶嘛，嗰啲嘅失波簡直係一啲不必要嘅犯錯，咁所以今一年咧一開始 ACL 報銷，其實某程度上面嚟講係幫到阿仙奴喺個門將裏邊啦，咁啊迫於無奈地要揾一啲新嘅門將翻到嚟，咁但係亦都因為佢嘅受傷咧，咁所以去到中段嘅情況之下，連波巴都受傷，跟住然之後仲未借到呢一個門將翻到嚟嘅情況之下，咁啊門將更加叫做少人，咁所以要將 Naomi Williams 回召翻到嚟啦。咁但係 Naomi Williams 翻到嚟之後又冇任何嘅上陣分鐘，而且啦喺呢個節目裏邊都唔會提及佢噶啦，咁會將佢擺咗喺呢個嘅借你個兵啊，因為佢租借過去英冠嘅球隊啊嘛，咁啊所以咧咁就唔喺呢一個節目裏邊談及。咁啊所以你話總括於 Sainsbury's 嚟講，我覺得好嚟好去啦，呢一年佢就俾一年嘅人工佢，跟住仲俾翻個康復嘅療程佢，咁啊等佢嚟緊嗰一季啦，可以揾到一個新嘅東家咁樣。咁但係對於阿仙奴嚟講，我覺得係好事嚟嘅。今日佢嘅受傷，亦都令到呢個門將嘅競爭上面咧有質量飛躍性嘅提升。咁啊，所以今一年咧佢最大嘅貢獻嘅，可能即係如果你 harsh 啲講，就係佢自己本身嘅受傷啦。咁啊呢一個咧會係一個比較大一啲嘅叫做影響或者係轉捩點啦咁樣。好啦，咁啊至於啦下一個嘅門將啊，咁就去到呢一個嘅。和迪高華咁啊呢一個嘅球員啦，咁啊季中啦，咁就嚟自布拉格斯拉維亞，咁個原因好簡單啦，咁啊當年咧咁就唔係當年今年年初啫，咁啊呢一個嘅維當斯拿啦，咁啊同埋波巴啦，咁啊連續都受傷，好啦，連續受傷嘅情況之下，咁阿仙奴嘅門將選擇咧，咁啊基本上咧就得翻個青年軍嘅門將。我哋得翻青年軍門將咁啊，真係唔夠照噶嘛。咁同埋嗰陣時都驚叫做喂，如果之前嗰兩個未能夠及時復出嘅，咁真係唔夠人噶噃。咁所以嗰陣時就回召咗Naomi Williams 翻到嚟。咁但係 Williams 翻到嚟之後個表現又真係久所戰陣，咁啊成半年冇踢過比賽，咁所以咧倒不如咁喺呢一個嘅布拉格斯拉維亞嗰度咧租借一個曾經喺 WSSL 上面踢過波嘅一個嘅門將翻到嚟啦。呢個門將雖然之前效力嘅球隊係熱刺啦，咁但係都總叫做有經驗啦。咁但係借到翻到嚟之後咧，呢個世界咧真係好有趣。借到翻到嚟，原本我哋當初最擔心嘅問題就係，喂，究竟呢個雲當斯拿同埋波巴能唔能夠及時康復啊嘛？當初借佢翻到嚟都係呢兩個球員未必能夠康復，咁所以先至借嘅啫。點知一借完翻到嚟之後，波巴又話，得咯，可以踢到咯，咁啊，所以結果一借到翻到嚟嘅情況之下咧，就不斷擺喺後備裏邊啦。
咁啊，同當年一線隊即係韋維安奴嗰個情況咧，非常之接近。咁所以嚟到阿仙奴咧，就淨係得一個作用嘅啫，坐同埋擺。咁啊，基本上咧冇任何嘅上陣分鐘噶啦。咁但係你話球隊做一個嘅保險又好，你話做一個穩穩陣陣嘅一個嘅措施都好啦，租借佢翻到嚟喺嗰一個 moment 嚟講都叫做有必要嘅。咁啊，所以只能夠講一句啦。咁啊，多謝你嚟到阿仙奴嘅呢半年，亦都為阿仙奴嘅訓練啦，咁啊提供咗一個嘅人手。咁啊，但係你話整場嘅比賽個影響力嚟講，可以話係零嘅。咁但係感謝你嚟到阿仙奴嘅呢半年啦，咁啊為我哋咧叫做擺咗一個少少嘅一個嘅安全線喺度啦，咁樣。咁所以感恩你嘅。好啦，咁啊跟住落到嚟啦，咁啊要點評嘅球員啦，咁就維金斯拿啦。今一年咧，對於維金斯拿嚟講咧，我自己會認為一樣嘢就係、對比起以往嘅門將嚟講咧，其實今年咧阿仙奴叫做錫住佢嚟用，因為本身咧都知道呢個門將咧就易受傷，咁所以咧咁啊今一年咧喺個 scouting 上面揾到波霸翻到嚟咧，其實幾好嘅。咁啊兩個門將咧可以輪流咁樣打，嗱你見到啦 WSL One 裏邊咁啊當維金斯拿受傷嘅情況之下，咁啊波霸上陣，咁所以咧今一年咧以往我哋其實喺聯賽嚟講，每一個嘅門將最少要踢廿場，甚至乎22場全勤。但係今年啊，維金斯拿有受傷嘅情況之下，或者係去到季尾嘅情況之下，阿仙奴都唔會話一定選擇佢打門將。咁所以佢今年咧只係錄得14場嘅呢一個嘅上陣。咁啊當然咧失波嘅數字12個，其實每一場都唔失多過一個波，其實都已經算係一個嘅比較合理嘅數字啦咁樣。咁啊至於歐聯啊呢啲咁樣關鍵嘅賽事，咁啊踢足都合理。咁啊，而佢嘅表現咧，亦都同啱啱加盟嘅情況之下一樣啦。其實好有台型，好穩定。咁但係你話佢係咪做到一啲嘅神救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反應超快嘅撲救咧？佢就做唔到。咁但係你話穩穩陣陣喺門前面唔會犯下一啲嚴重嘅錯誤，對比起呢一個嘅之前 Sinsberger 嚟講咧，嗰個嘅穩定感咧係絕對俾到球隊嘅咁樣。咁啊，所以點解我今次個評分都會係 A？咁啊，甚至乎啦，我覺得球隊會將佢運用嗰個嘅時間啦，或者係嗰個傷患之後嗰個嘅處理方式啦，我覺得今年做得幾好。咁同時呢個真係得益於喺呢一個嘅門將嘅質素啦，喺個後備嘅質素上面有所提升。尚記得我哋之前嗰一兩個賽季仲係嗰啲咩 D'Angelo 啊、支流嗰啲，咁所以真係會影響到一線隊後防嘅質素嘅發揮。咁但係今年揾到波霸翻到嚟，咁啊令到咧雲當斯拿有充足嘅輪換嘅可能性同埋條件。咁啊而佢亦都真係喺呢一個嘅競爭上面咧，就冇叫做因為受傷啦而有呢一個嘅質素嘅下滑。咁啊所以咧今一年 A 嘅呢個評分咧非常之合理嘅，我自己覺得。好啦，咁啊至於波霸方面啦，我覺得係 S 嘅。好啦，首先啊，呢個嚟自德國嘅門將啦，咁我自己會認為第一點，佢嚟到第一、第二場係有啲亂流嘅。我當初都以為，喂，第一、第二場，喂，你成個表現好似 Sinsberger 咁，喂，又即係門前猜又猜失，將個波俾人哋直接勾咗入網咁樣，喂，大意嘅失波，喂，真係一隊爭冠嘅球隊係唔應該存在呢一啲嘅情況噶嘛。喂，即係你嚟到嘅情況之下，你啲撲救做得唔好唔緊要，但係你都唔好自己咁樣擺炸彈玩死自己後防啊，係咪？一嚟到第一、第二場，我心諗，唉，又入錯貨啦。啊，點知呢一個門將咧越踢就越穩陣，咁甚至乎咧喺 Sinsberger 啦，同埋雲登斯拿喺季中傷咗嘅情況之下咧，兩個受傷門將嘅陰影之下啦，嗰個嘅成長速度咧，或者係嗰個適應嘅速度咧，係快過打針。咁亦都令到佢喺後防咧嗰個嘅台型咧非常之好，甚至乎咧而家咧係整個 WSL 裏邊嗰個撲救率咧最高嘅門將。嗱，我哋亦都睇睇啦，嗱上陣有8場嘅時間，咁啊同當斯拿啱啱好就分咗22場比賽，咁啊當然當斯拿就係呢一個嘅主力啦。嗱8場比賽嚟講失2個波咋，絕對唔失禮嘅一個嘅數字。好啦，歐聯嚟講3場亦都只係失1個波。咁當然你話後防嗰個嘅重要性或者嗰個嘅 focus 會唔會比較重要啲？咁呢個都係一個因素。咁但係門將本身嗰個撲救嘅能力都要考慮在內噶嘛。咁啊再加上嗰後防嗰個嘅猜傳能力啊，嗰個隨住第一、第二場嘅瀨嘢之後咧，
開始有逐步穩定嘅趨勢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啦，啲撲救嘅反應咧亦都非常之快啦咁樣。唯一咧就係開長波爭少少嘅啫。咁其餘嘅表現啦都可以話咧都接近100分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以一個新援嚟講，兼且以一個唔係話一定係正選門將嚟講，以一個2號門將兼且獲得咁多輪換上陣嘅分鐘，兼且仲要俾一個咁穩定嘅情況之下咧，你俾一個 S 嘅評分佢咧，彷彿就好似比較合理一啲。咁所以啦，今一年啦，我都覺得女子隊啦買到波爸翻到嚟啦，都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唔錯嘅一個嘅引援嚟嘅，甚至乎我會覺得咧，佢有機會咧成為今年最佳嘅引援嘅候選名單之一。咁呢一個咧就留翻俾大家去到評判啦。好啦，咁啊，今一集啦，咁啊，同大家啦，先嚟睇一睇啦，咁啊，門將方面嘅一個嘅叫做總結先啦。咁啊，嚟緊方面咧，我哋會有後衛篇啦，有中場篇啦，咁啊，亦都會有呢個前鋒篇。不過咧，中場同埋前鋒篇咧，可能咧就會夾埋一齊講啦。咁因為咧，阿仙奴今年嘅中場咧少得可憐啊，基本上咧得4個嚟到做輪換嘅啫，咁所以應該仲有2集嘅女兵日記回顧啦，跟住之後咧，咁啊亦都陸陸續續啦，繼續會有唔同嘅回顧篇，咁啊包括咗新兵列陣啦，咁啊亦都會有呢一個嘅借你個兵，咁啊最緊要嘅一線隊嘅回顧啦，亦都會陸陸續續為大家送上，咁希望大家咧到時就留意收睇啦。好，節目時間暫時嚟到嚟呢一度，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住幣頻道嘅運作啦，繼續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咁啊上方有 PayMe code，咁可以着兩打賞或者再 EV 無恥黑錢會員10蚊一個月，或者用 Super Fans 功能咧打賞嘅。咁當然多謝 Number 7，多謝一站式，多謝 Before Travel，多謝 EE Shop 為我哋提供訂閱者折扣優惠，詳情留意翻資訊欄裏邊嘅公佈。另外 EV 開啟咗 Patreon 功能，1個2毫半美金一個月，詳情留意翻 Patreon/EV4633 度支持下嘅。好，節目時間嚟到嚟呢一度啦，咁我哋稍後時段裏邊啦，再同大家見面，拜拜。